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新历正月27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曹欣。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现时有第5个民众确定治病，这名患者甲国内第一站诊断确定的病例是坐公车飞轮机转来。中国武汉出现头个官员，因为为着武汉肺炎来过身，现时有济国家拍算要派专机去中国，接人民回乡。前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星 Kobe Bryant 在私人直升机失事，计强9个人遭遇不幸。第一条消息正重要，武汉肺炎疫情上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日下晡阁公布有民众确定治病，但伫水的是，这名患者甲国内第一站诊断确定的病例是坐公车飞轮机转来，这嘛是台湾第5个人得到这款病症。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摊开，台湾出现第5例确诊个案，是一名住伫中部50多岁女性。去年10月下旬到武汉工作，无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今年1月20登来台湾，离国出现发烧、筋膜酸痛症状就医，病医随即通报，并且收治负压隔离病房。但你注意的是，这位女性甲国内头一个确诊个案是坐同一班飞行机登来台湾的。首例个案它是10几排，那这例个案是30几排。我想几率上面应该是还是以可能他在武汉感染几率比较大啦。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2日国内新增加119例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通报个案，即阵总计通报402名个案，其中5人确诊，190名排除，207名隔离检验中。为了协助掌握来自武汉疫区登来台湾的民众流向，健保署对7日起串联武汉入境资料到健保系统。根据统计，过去14天对武汉登来台湾，而且具有健保身份的民众有1640人。假如他曾经去过武汉，那我们的医师在看病人就会很小心哈。那这种资讯的话呢，在医院或在诊所都可以做得到。立高东部也讲，截至即阵，国内有308团陆客团，总计5499人。不过已经无武汉团，只有1团湖北团。已经要求这陆客团在1月31进前全数离境，并且全面暂停大陆人士以小3通事由，包含社会交流、艺文商务交流、就学到旅行、到金门马祖甲澎湖离岛，已经发出入台许可证的是延后到台湾。防疫交流、人道就医、社会交流之团聚及随行团聚。投资经营管理，和陪同人员审查获准来台者，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14天。另外，海基会也指导大约90位民众到武汉短期出差，也是探亲，伫无度倒来，而且陆续出现药品欠缺，大个所在刷来刷去，甲卫生医疗困境，已经拜托武汉当地甲附近的大商会，甲有需要民众联络，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愈传愈严重，中国甲防疫的战绩抓悬，交国家总理李克强亲身统领防疫的事工。另外，伫昨暗，武汉出现第1个因为为着武汉肺炎来不幸的官员。武汉！中国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组长。李克强随即伫27早起挂着翠翁来到武汉，向地方信心发挥，也去武汉金银潭病院慰问第一线医疗人员。另外，佫有中国媒体报道指出，2日暗时出现第1位感染武汉肺炎过身的官员——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领导王宪良。到27早起8点为止，伫中国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突破2700例，累计死亡病例81例，甚至有超过5700例疑似个案。北京甚至传出一名9个月大的查某婴儿也有着病的状况，是目前年纪上细汉的患者。面对疫情急速扩散，中国官方坦白讲是真大挑战。为了防范疫情封控，中国国务院也宣布延长春节假期，以减少人员流动。1. 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号农历正月初9星期日，2月3号星期一起正常上班。2. 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具体时间由教育部门另行通知。疫情上严重的湖北省武汉市长周贤王也伫2日记者会上讲，到目前有超过500万人离开武汉，也有900万人留伫当地，确诊病例数估计可能阁增加1000例。中国政府已经陆续派出医疗救治队前往武汉。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然后来救治这些重症的感染的病人，和对整个疫情的防控呢来进行各个医院呢来进行指导。
武汉肺炎伫中国加速拓开，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也前往北京，甲中国参详如何阻止疫情扩散。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继续在拖袂歇，美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甲洛西亚等国家，拢已经决定要规划全机甲因的人民接倒转去。另外，香港已经有8站诊断确定的病例，官方拍算甲无人住的公共厝体改造隔离设施，说好附近的居民放火抗议。乌衫乌帽的亡命示威者将汽油弹弹伫公务1楼的管理处，火随烧起来，铃仔声响起。热闹传出，香港政府可能征收北区粉岭还未启用的公务惠民村2栋大楼，用来临时隔离武汉肺炎病例的紧密接触者，也是予医护人员住入去，并且已经开始送去电器等物资。附近居民伫马路上贴起砖仔甲路障，极力反对。因讲惠民村附近有几啊间学校，也搁挖进居民真侪的养生院。真烦恼疫情的扩散，当局表示，隔离的优先考虑已经征用的3个度假村。这礼拜3前往北区区议会沟通进程也会暂停惠民村的准备工作。到日7透早，香港确诊武汉肺炎病例已经超过8人。港府宣布，日7反正起，所有中国500省居民，甲过去14天内捌到过500省的非香港居民，拢不准入境，一直到另外通知为止。武汉肺炎情势严重，封城了后，滞留伫当地外国人也无法度离开。继续美国确定包机撤侨，并且暂时关掉武汉领事馆了后，法国也决定伫这礼拜中撤侨。因过交兵回国了后，需要先隔离观察14天。Ça peut aller de quelques dizaines à quelques centaines. Donc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recenser nos concitoyens qui souhaitent rentrer, sachant que certains souhaitent rentrer mais n'ont pas envie d'être dans un lieu d'accueil pendant 14 jours. 日本第2日也确定境内第4件确诊病例，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只要甲中国政府完成协调，将会量早撤侨。国务省目前正在调查当地700多个日本人的归国意愿，那紧礼拜就渴望派遣专机空的包机前往。此外，包括俄罗斯、南韩、澳洲、英国等几个国家，拢正在甲中国政府协商撤侨相关事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就美国职业篮球 NBA 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 Kobe Bryant 昨伫加州坐私人的直升机，迄只直升机驶来失事 ，Kobe Bryant 甲伊的查某囝，佮有另外7个人遭遭遇不幸。美国洛杉矶湖人队主场斯坦坡运动中心第2日无比赛，但是来了几600名布莱恩的球迷献花追悼。伫这间运动中心，拄伫咧办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也替伊默哀。We lost Kobe Bryant in a tragic helicopter accident today. Since we are in his house, I would ask you to join me in a moment of silence. 互人叫做小飞侠加黑曼巴的布莱恩，身高198公分，1996年开始就咧拍美国境内 NBA 洛杉矶湖人队已经20年啊。自头到尾拢伫咧这个球队，伊是主力的铁粉的后卫，生涯出战1346场，摕到5遍的总冠军，总得分是33643分，拄则好跟伊个队友詹皇超过，不过依然是排名伫 NBA 史上第4位。118遍入选明星队，摕过2面的奥运金牌，战绩真辉煌。伫全世界有真侪球迷 fans。Sad to see one of a real basketball legend pass like that, but we're definitely going to remember his memory and keep his legacy alive. Don't miss the career. You know, it was 20 great years.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play that long. And but now, I watch it through my daughter. My daughter plays every day, so I enjoy watching her develop. But 第2日即天，布莱恩带13岁查某囝吉安娜，甲其他7个人坐赛考斯基 S76型的私人直升机，准备要去布莱恩共同创办的曼巴运动学院参加比赛。也毋过，伫咧离洛杉矶西北边差不多65公里的卡拉巴萨斯市的山区摔落，警察人员盘山过岭，才到事故的现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甲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正伫咧进行相关的调查。布莱恩自2016年退休了，依然定定出现伫咧交际场合。2018年，以动画电影得到奥斯卡奖。去年6月，拄则迎接出来第4个查某囝卡布里，今年也入围名人堂。消息一传来了，
自美国总统川普到演艺界甲体坛人士拢推文哀悼。球迷穿着甲布莱恩最近退休的204号球衫，向希曼巴致敬。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倒转来，咱台湾今仔日下晡各地开始出现上北的车阵，尤其彰化、苗栗路段上集中。另外，各地5号受到事故影响，上北的车阵塞到6公里遮尔长。高速公路局拍算这一个会塞到半暝半。正月初3下晡，各地开始出现北上车流。根据高公局监测资料，国5白南头城双向路段出现红色塞车情形，国1台中路段一度时速在40以下。彰化到苗栗北上路段车也真多。预估大概在6点后，高层台管制结束以后，就会有一波非高层台的车辆涌入国道，所以整个国道的拥塞可能在这几个路段，包括像是彰化还有苗栗，都会持续到深夜的一个时段。国5的部分，在整个国道5号，刚刚也还是有受到一些故障车跟事故的一个影响，整个国道北上的回堵的长度有达到6公里。高公局预告，初3暗头啊北上车流会继续到透早，建议东部若是转来北部以大九线代替。预计今年上大北回车流会出现在初4。天气方面，初3天气明显转湿冷，气象局提醒，27大陆冷气团南下，各地气温明显下降，北台湾敢若剩16度，愈暗愈寒。大致上在中部以北，今天晚上可能会出现12度左右的低温，局部空旷地区可能会来到11度。从初5一直到2月1号，总共4天，这4天大致上各地的气温都会再明显的下降，在中部以北有可能会出现10度甚至1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局预估，过年13啊，上悬出现在初5开工这天，冷气团差不多有1礼拜，提醒民众爱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苏澳公路改善计划按今仔日下晡开始出现上北的车阵，车速敢若时速5公里，这一个塔就塔到太鲁固大桥，警察就呼吁，照苏澳街这条路过的车辆真多，咱民众驶车就要斟酌。苏花街将为初3下昼以后，就北的车辆明显增加，为太鲁阁大桥一路塔到中直，行行停停时速无到5公里，驾驶哪开哪袂，警方南河疏散，上占用路南车道加一线道疏缓车流，不过效果不是真好。你们开了多久时间？到目前来讲，路况算顺畅吗？非常不顺畅，因为道路是2线道，脱轨为1线道，有车辆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发生。不过从崇德过去呢，进入我们苏花改冷水隧道以及中仑隧道之后，那车流就比较顺畅了。铁路方面，花莲站初3也无出现真侪人，初2人数只有39000人，甲平常价差不多。代替估计爱到初4、初5才有登记工作的旅客，此外也有不少的中国旅客要登记中国。都还算顺利啦，因为平常就是有开放120张站票哈，所以说还是没有说滞留的旅客。有没有担心回去的一个状况？蛮担心的，蛮担心。买了很多口罩备着。都买口罩备着就对了。没办法。OK。还是要回去工作。还是要回去嘛哈。大多数夜市可能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春节连续假期，花莲亲像无往年遐尔侪人，也毋过部分新开发的观光区域也是生意袂歹，也毋过游客并毋是拢挂喙往，业者伫园区为民众量体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总统蔡英文去中部行村，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管教。蔡英文表示，政府准备集中，望民众放心。另外，赖清德表示，防疫事工两岸应当合作，佮提出3项建议：资讯公开透明，找出国际合作，佮有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正月初3，总统蔡英文发红包，日前的民众唔惊寒，拢来排队，人有够多，一直排到庙外口。面对愈来愈严重的武汉肺炎，总统蔡英文信心发话。我们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防疫的工作也没有打烊，所以大家不需要恐慌，但是大家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蔡总统甲民众近距离，表情看起来真轻松，但是伊身躯边的人煞是拢袂使大意，再三提醒民众莫握手。规工蔡总统拢伫中部行村，早起伫南投彰化，下晡到云林。准副总统赖清德早起到新竹城隍庙参拜，对前一天伊伫面册发文，希望防疫慷慨，两岸应该合作。伊受访的时阵，佮讲出3点建议。第一个，与其采取封锁、资讯不公开的策略，不如持开放、资讯公开透明。第二个呢，与其自己独立作战，不如
寻求国际的合作。第三个呢，以其打压台湾，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损人不利己，不如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武汉封城，台湾希望比照美国派专机去甲台商接待的，却无法度得到中国的回应。对此，赖清德强调，蔡总统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是积极处理，佮呼吁民众配合政府防疫，甲冲击降到上低。记者郭灿如这家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是哪团？那严戒，民众为着要防护是烧钱买喙罨，南部都有卖场甲药局卖户补货，开放民众大声自问喙罨。经济部就打出来呼吁讲，现时喙罨决定有够供应，嘛有协调厂商提早开工，民众唔免烦恼买无。今日连锁卖场想要买喙罨，架顶只剩两三几个，也佮挂着一张广告指出，现有品项每一个人限买2个，若是无货开放有订退货券，不过要等到4月27才会当摕到货。如果架上没有是没有啦。他们还没有办法送过来就对了。没有那么快啦。对啊，因为现在过年，第一又过年啦。对啊，第二伊嘛无可临时上口罩来啦。疫情退烧加上过年假期，喙罨补货卖付，包括台南、屏东甲高雄，拢有一寡超商药局要卖着喙罨甲打洗手。也毋过业者解释，只要有货就会涨价，只是估计上长的等待时间。吓死人了！来到彰化，排甲200-300公尺长的人，排伫观光工厂的外口，大概毋是排队来买福地，而是抢买喙罨。5个人排。5个人来排啊？排什么？排多久了1个多小时。业者库存12万片的喙罨，青山起连续3天强行民众限量采买，同时也提前恢复生产线。这一条生产线的话，一天可以生产差不多3万片，然后明天希望能够生2条，然后后天能够增加到3条。那么，初6以后就恢复正常了。经济部也继续将鸭喙罨生产加销售状况，协调厂商春节期间配合加班生产。初3到初5，一天会当生产79万片，初6就会当恢复188万片的正常产能。4大超商也阁有大约200万片的存货，已经优先增加交通转运站甲医疗院所周边的供货。此外，为确保3300万片的库存量，逐工将会释出100万片，确保喙罨的供应量。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风送头，观众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一当使用的塑胶袋有155亿卡，回收搁再利用的比例煞真低。台北市环保局就开始有作为，伫菜市仔入口设环保袋循环箱，鼓舞民众把厝内的环保袋啊捐出来，经过清洁人员消毒，提供买菜的民众使用。安尼落去碰3月日，计共减少24万卡塑胶袋。传统市场的大位面顶有吊各种寸尺的塑胶袋仔，民众来一抓市场买菜，就会用几啊卡。塑胶袋仔真粗俗，佮真好回收，佮利用的比例真低。伫咧台北市西湖市场的入口，台北市环保局就设环保袋循环箱，主动提供重复使用的环保袋，互民众会当减用一寡塑胶袋仔。袂歹啊，我就唔免落这个啊，系啊，唔免弄塑胶袋啊。环保。那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前一手它的使用的时候它是装了什么东西，好，所以我们就是会把它整理过以后，我们再透过这个紫外线消毒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让它是一个安心可使用的，二方面也消除民众的一些疑虑。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循环箱嘛毋是台北市想出来，毋过思考要安怎提高使用率，就是需要有专人来整理管理环保袋。这项措施伫咧10月份开始，切办3个月了后，效果袂歹，按算扩大。民众的取用量12处已经取用了1万个，每周被循环使用2次的话，这3个月的期间，我们等同是取代了24万个塑胶袋。台湾的塑胶袋的用量，今年一年就要到155亿个。环保团体嘛一直呼吁拄源头来减用，这是减用塑胶解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按澳门来的建筑设计师詹文山伫台南永康利用40卡货柜起做一座亲子乐园，公园内挺好除草，嘛会使徛脚踏车。园区的娱乐会当叮当，嘛会使点钟，就是望囡仔有法度踮生活当中学习。詹文山为着帮助囡仔成长，心神有影，用真重。父母带着囡仔对悬台顶面骨内，互囡仔是真欢喜。除了骨草以外，也有特别设计的赛道脚踏车，也是囡仔上爱耍的。
位在台南永康的台南戏龟公园，园区内底唔但只有动态，也有静态。除了节目以外，园区内底也有室内课程，希望让囡仔对生活体验中得到更加多学习的效果。打造这个设施的核心人物就是詹文山。来自澳门的伊，大学的时阵在成大读册，真爱台南旧巷啊种感觉。囡仔出世了后，为着让囡仔更加好的成长环境，读建筑系詹文山也利用戏龟特别的空间的感觉，来打造囡仔梦想的所在。后龟的比例跟台南巷弄的那种空间的比例是那个尺度是很亲切的，所以我在想，如果用货柜，可以再现台南这种空间特色的话，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设施，还有那个草皮啊、卡丁车，平常很少有这种游乐设施。带小朋友来6日半天1天的行程，觉得还算一个市区的休闲地点。原本真单纯，只是想要打造社区公园以外变做有名的景点。詹文山也想袂到，未来伊依然希望维持服务社区原来想法，林若只是出现一个就消失的景点，希望入园的民众拢会使对内底找到适合家己的体验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在变，手工天的西装已经互大车代替。不过台北市的南万华有一间老牌的西装店，大半也阁保留民国70年代的风格。老师傅有关坚持用手工做西装，今麦咱就做伙来看老头家用心甲巧路。新型甲版型印伫咧头壳内底，裁缝师傅安文谦毋免先拍板啊，手能有家私就会当将鸭寸笑直接剪裁填出家己要穿的西装架。有的人平肩，有的人斜肩，有的人驼背，有的人挺胸，有的人大肚子啊。你买现成的没办法，它只有一个版样。41年厝的安文谦，今年67岁，来自中华宜林，小学校毕业就去南投德山拜师学艺，18岁就北拍拼，伫真侪间手工西服店做裁缝师。30岁了后，民国71年，伊伫南网甲东园街巷仔内开属于家己的店面。以前也像我们从乡下上来要回去的时候哈，我那些同窗啦，他们要回去都会跑来做衣服。对中南部来台北探者，过年进前订做一领有版的西装，才回去故乡。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真是行风气。以前这个时候哈，晚上几乎都没睡哦。有时候做到2、3点，有时候都是做到天亮了。现在过年前剩下十几20天而已啊，手上都没有一件西装。但是后来生意也拼起来，安文谦讲，已经真少人愿意搁开钱量身定做西装。过年前2个月才无一张订单，即马大部分拢靠改衫来维持生计。我们以前那个也是7、8位师兄弟，也剩下我一个人在做。因为我别的不会啊，我只会做衣服而已啊。见证手工西装业的起落，安文谦指出，东园街4口内啊，原本有20多间竞争对手，即马敢若剩伊1间。但是无改变的是，店面看板布料安怎摆，还阁保留原本当年的模样。等待老主顾久久就问一遍，新型加1分也是减1寸，拢只压伫老师傅的针线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东部这平面上低14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如果吹逼
今日钱。惠厝卡红金7年，万事兴旺加好气，有幸祝恁大赚钱。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明仔载咱再会。